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1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第9章第1节到17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32节到4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的约定。约是基督信仰的中心。咱昨也讲到着立约，这个立约其实基础顶悬呢，并毋是一个真平等的关系，乃是因为上帝会听所赏赐的救恩的约。是上帝甲世间人的这个约定，就亲像婚姻的约定，基本上无有办法伫徛卡伫这个人所认为的这个平等的角度去看，因为这毋是商业上这个交易的约定。既然是听的约定，就无应当是干那求回报的约定，是一个付出的约定。亲像以弗所书第5章21节到33节的经文所讲的，伊讲恁着彼此顺服，因为恁是敬畏基督的。做家后的，恁应该顺服家己的丈夫，好若亲像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家后的头。就亲像基督是教会伊的身躯的头，也是教会的救主，就亲像教会顺服基督，家后也应该凡事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，恁着爱听家己的家后，亲像基督听教会，为着教会放弃性命同款。安尼做是要借着伊的话，用水来洁净教会，互伊会当得到荣耀，得到圣洁，无有瑕疵，无负任何的污点，还是条纹，通好献互家己。做丈夫的应该听家己的家后，亲像听家己的身体一样。爱听家己就是听家后，就是听家己。丈夫应该听家己的家后，无有人怨恨家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照顾伊，就亲像基督对待教会一样，因为咱是伊身躯的肢体。圣经顶悬讲，因为安尼，人要离开父母，甲家后结合，两个人成做一体。这个经文启示极大的奥秘，我是指着基督甲教会的关系所讲的，可是也通应用伫恁的身上。丈夫必须爱听家后，亲像听家己一样。家后必须爱敬重丈夫。起初看起来好若亲像一个真平等的要求。圣经拄开始所讲，恁着爱彼此顺服，因为恁是敬畏基督的。但是这内底有两个部分，部分基本上看起来是无平衡。对家后来讲，做家后的着爱顺服家己的丈夫，好若亲像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家后的头，亲像基督是教会伊的身躯的头，也是教会的救主。亲像教会顺服基督，家后着凡事应该顺服丈夫。看起来，丈夫的位格改成真悬，亲像基督同款。
这真侪时阵会造成一寡误解，也是纠纷。但是相对的，咱来看，遮咧讲到顺服，丈夫呢，伊咧讲做丈夫的，着爱听家己的家后，亲像基督听教会，为着教会放杀性命共款。安尼做是要借着伊的话，用水来洁净教会，互伊得到荣耀、圣洁，无有瑕疵，无负任何的污点，也是条文，通好献互家己。丈夫应该爱听家己的家后，好若亲像听家己的身体一样。听家后就是听家己。以有所思并无有偏倒一边，请咱毋通误解啊。虽然人时常用这段的经文来互相要求对方，但是圣经的本意毋是安尼。这个所在讲到家后的顺服，甲丈夫的听，这是相对的，但是要求却无啥共款。顺服嘛是出伫听，伫婚约的中间，新娘摕杯来宣誓，将来要顺着丈夫过年的规范，因为将来结婚了后，新郎就甲伊带倒转去，甲大家做伙生活。然后咱看见丈夫伊的誓约，迄个听。却必须爱做更较大的这个努力，就是为着家后来放杀性命，亲像耶稣基督为了教会放杀性命一样。这就是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5节所咧讲的迄种新人的婚约中间的咧。前不偌久，牧师也甲咱分享过，新郎的爸仔囝去到伫新娘的家谈论婚事了后，因必须爱用酒来立约。伫咱圣册山咧所咧讲的，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。这个就是当婚事讲好势了后的交杯酒。新郎新娘举杯来宣誓，将来新郎会为着新娘，为着听伊来牺牲伊的性命，用安尼的约来表达听的这个基础。以赛亚书54章提到着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听。圣经讲：耶路撒冷啊，你好若亲像未当生育的女子，现在你会当唱歌大声欢呼。迄个受着冷淡的女子，会有济济的子孙，比去互丈夫陪伴的女子会当生养搁较济。我的上主安尼宣布啊！在国中你所徛起的帐位，将迄个帐位的锁甲扭长，坚固你的脊仔，来左爱右来扩张你的领土。虽然国土伫异族的占领下面，你的人民也要回归故乡。爬远的声亭将来要人客，毋通惊吓，也毋通感觉见笑，也你无搁再受到委屈，着爱袂去这做少妇的时代的见笑，无搁记得做寡妇的寂寞。你的创造主是你的丈夫，伊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者，伊统合全世界。以色列啊，你亲像一个少年的家后，去互丈夫气杀，忧愁忧伤。但是上主要接你转来，伊对你讲：我暂时离开你，但是我深深疼你，要接你倒转来。
我受气无插你是暂时，我对你的疼却是永久。上主，你会继续的安尼讲。伫那暗的时代，我目永远无搁再用大水来抹大地。现在我永远无搁再你发受气，无搁再处罚你。大山通好闪，小山通好牵。我对你的慈爱永无摇动，我平安的约也永远袂改变。听你的上主安尼宣布啊！上帝甲人的关系明白，只称是夫妇的关系。上帝用深深的听来听迄个比如做少年的某，迄个以色列人，因为上帝是真心听世间人，虽然世间人气杀上帝。伊犹原愿意亲像路加福音15章中间所记载迄个老爸共款，耐心来听候回转归回的浪子。上帝深深的听，亲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：大山会当闪开，小山会通牵。我对你的慈爱永远无摇动，我平安的约也永远无改变。听你的上帝安尼宣布啊！但是世间人的听，并毋是永远的真诚。真侪时阵，咱看见有分辨，看见婚姻无忠心的人，啊，亲像马太福音24章的经文所讲的，今日伫美国误会的时阵，时常听到。收到这个 email， 有人就安尼讲哦，我是某某遗产的律师，我的委托人是某某真富有的富人人，伊非常疼上帝，伊留了一笔几啊亿的美金，这个真大遗产，伊的这个遗属想要互需要的教会来帮助教会，帮助人。恁的教会互阮来评选，成最候选的教会。恁只要回复这个批，提供教会基本资料，阮将会审核了后，将这个款项来寄互恁。听到安尼，咱兄弟是毋是感觉这是一个真正听上帝、真正听教会吗？还是什么呢？到底咧讲的真听是啥物话？耶稣基督讲，恁着爱对这个无花果树学一个教示。当这个话出现真幼稚的色，生出新叶的时阵，你着知热天到啊。常时恁若看见这一切现象，就知时伫要到。就伫迄个门口，恁着爱记得，这代的人还袂拢过去进前。这一切的事就要发生，天地要消失，我的话却永远袂消失。耶稣基督讲，世界将来会消失，但是伊的应允却永远袂消失，因为迄是听的约定。咱呢，时常咱拢将这个威信放伫个喙角的，但是活出来却毋是安尼。咱时常想要甲人来比长短，来趁一时的这个爽快，甲人相争，真少愿意真正顺服上帝旨意，谦卑顺服，加付出一寡，为着教会整体来思考。如果安尼，其实搁较侪训练，搁较侪的营会。也只不过是去开钱支持主办单位尔尔，因为完全无愿意，也无有改变。诗篇124篇，则请咱家己来看。咱做来祈祷，
感谢上帝听阮，想事救恩，甲阮入约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会通持守伫真道顶悬，继续伫得救的道路来跟对主的脚印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